你可能以為糖只係平平無奇嘅甜味劑，生活上無處不在，係快樂嘅象徵。但你有冇諗過，你嘅大腦對佢嘅反應，可能遠超你所有嘅想像？我哋每日嗰啲甜食習慣，背後可能隱藏住一個令人震驚嘅真相，一個已經悄悄劫持咗你大腦嘅秘密。當你享受嗰啖甜味嘅時候，你嘅大腦其實正忙碌咁啟動一個強大嘅多巴胺釋放機制。呢種瞬間湧現嘅強烈快感，就好似一個巨大嘅獎勵咁，會不斷刺激你嘅獎勵中樞，令你產生一種越食越想食嘅衝動，形成一個難以擺脫嘅上癮循環。呢個就係多巴胺路徑，如何悄悄地控制你食慾嘅力量。最令人心寒同時震驚科學界嘅係，最新研究發現，人類大腦對糖分嘅反應模式，竟然同對高度成癮性藥物，例如海洛因或古柯鹼，有住驚人嘅相似之處。呢個顛覆性嘅發現，徹底改變咗我哋對甜食嘅認知，揭示咗糖可能係合法毒品，真係令人毛骨悚然，值得我哋重新審視對糖嘅態度。